韓瑞金係三水西南人，本來同父母居住喺西營盤第一街。父親係靠做咕喱為生。瑞金10歲時，父母以130蚊將佢賣咗俾一位姓李嘅婦人。可憐嘅瑞金經常被李氏虐打。1927年2月嘅某一晚，當時只有14歲嘅瑞金喺李氏屋企逃走出嚟。逃走後，佢好幸運遇到一位陌生嘅少奶奶，收留佢住一晚。第2日仲帶佢去警署報案。政府醫生診斷後，發現瑞金身上有明顯傷痕，因此判斷佢並冇受到善待。當時嘅華民政務司就安置咗佢入保良局。瑞金喺入局時已經表示非常唔想回到李氏身邊。最後喺保良局嘅安排下，喺4月佢父母就到局接佢返屋企。